你嘅財運唔使催，只要識得呢幾個等錢自動揾上門嘅方法，不如而家就同自己寫低，聽日發財。你要知你心能咩，將來就會發生咩。個個都知錢係識揀人嘅，想等錢實牙實齒揀中你，我接落嚟講嘅你要記實咯。第一，慳錢就係對財運嘅詛咒。想有貴氣生貴相，不如試下企喺有錢人角度諗嘢。有錢人只會覺得我嘅時間比呢啲碎銀更值錢。第二，和氣就係你嘅風水，對親朋戚友要和氣，對服務員啦、快遞仔啦、外賣哥更要和氣。如果你成日睇唔起呢個憎唔嗰個，你自身個磁場就乾淨唔起。磁場乾淨，好運同財氣先會追住你走嘅。第三，把口要識理財，咪成日掛住我冇錢，我好窮，我係窮命，唔吉利嘅說話講得多會一語成，因為你講嘅就係你命運。成日抱怨只會將錢越推越遠，用積極眼光睇世界，你會發現個財路越行越旺。第四，越貪小便宜就越窮。去買蔥，次次都要多條蔥；去超市又順手攞多幾個膠袋。你以為佔到着數，其實係透支緊你嘅福報。你正用行動話俾人知，你係個寒酸之人。呢種窮酸相會嚇走所有大財。第五，錢係一種能量，係能量就要講匹配。古話有云，德不配位，必有災殃。錢都一樣，你永遠賺唔到認知以外嘅錢，就算靠運氣賺到，最終都會憑實力輸翻出去。想等錢追你，就要令到自己配得上嘅，你自己值錢，終有一日會實現所想啦。第六，咪盲目跟風，唔好見人賺錢就眼紅，嗰啲係窮人先做嘅事。每人條財路都係獨一無二，發達時機都唔同，呢啲早就喺你個盤度。你應該專注自己，只要揾到自己條路，知悉自己發達時機，就已經係上籤。第七，妒忌會令你破財，見到身邊人發達，你要比佢更開心，咁證明財神爺已經到你附近。識得真心祝福，下一個可能就輪到你。第八，攞出你嘅霸氣，人唔怕窮，35歲前食嘅苦，都係為35歲後鋪路。但人最怕有窮想，窮想係骨子裏對財富嘅驚青縮沙。成日覺得自己唔配，咁你真係會將財富越推越遠。記住，錢有4條腳，人得2條腳，人追錢難，錢追人易。不如由而家開始相信自己個財，等錢財見到你嘅魄力。